今天我们再继续把法照大师对我们众生的关怀，对我们凡夫众生的提携啦，他想尽办法用他圆满高超的智慧给我们讲这几句话，我们呢真的是太感动了，非常敬重他老人家。他说弥陀宝界不思议啊，阿弥陀佛的世界像珍贵的宝贝一样不可思议。为什么不可思议？你到了极乐世界，全部都是好人在一起，众善人聚会一处，没有一个坏人，没有一个扯你后腿的，没有一个藐视你的，没有一个看不起你。所有到那边的亲近大海众，每一个人相处都是和蔼可亲，想尽办法来帮助你，关心你。而且观音菩萨、势至菩萨随时随地从旁来增长你的智慧，让你的境界能够慢慢的提升，最后去成就佛道。你看那个环境太完美了，满地都是黄金，所有的宫殿楼阁讲堂，所有的七重楼王嘛，全部都是七宝做成的。你想想看那个境界之好啊，不像我们人世间用水泥做的嘛。到了极乐世界完全迥然不同，那个地方不会老又不会生病不会死。阿弥陀佛叫做无障碍佛，就是你只要念这个名号，没有一个东西能够阻碍他救度你的事实，阻碍不了。阿弥陀佛的名号功德里面充满着无量的神通，只要你一称念，他就救度你，永远给你希望。所以你看看这个世界是太完美了，你要吃什么都是用意念想的，我这样想它就出现。甚至我要到东方世界，到南方世界，到北方世界，任何世界我只要这么想，咵一下就到了。而且到了极乐世界一生都不会退转，而且一生补处啊，你下一辈子就可以成佛了。你看看，所以我们到了那里以后永远不会退转，永远不会改变，最后一定成佛。所以你看弥陀宝界不思议啊，难以用我们凡夫众生的智慧去揣测去判定，没有办法，这个叫做不思议。但是唯叹沙婆弃者息啊，沙婆是人世间，是堪忍的世间，忍受这外在来的刺激污浊的环境，弃者息。为什么在这种环境到极乐世界的人这么稀少呢？他痴迷啊，把这外在的环境当作真的啊，世间全虚假呀，弥陀独真实啊，没有一样是真的。什么叫做真的？你今天能够用，但是你往生了以后也能继续听你支配，你能够带到另外一个世界继续的应用它。各位，你没有办法的嘛，大家都很清楚。他说为什么明明这个是假的，偏偏我们被他诱拐了，迷惑了，我们人就颠倒了。所以你看他说这个人世间为什么去到极乐世界的人这么稀少？因为信不进去，可怜我们众生的愚痴业障重，烦恼深，所以我们去的人就非常稀少。阿鼻地狱人多亡啊，但是到地狱当中人很多，大多数的人都往那里面跳啊。为什么跳到地狱？因为你在世的时候嗔恨嘛，埋怨嘛，嫉妒心强嘛，报复心也很强，对外在的东西啊那种比较心非常的猛烈，我们的心就污浊了，肮脏了。要走的时候这些东西都毫无帮助，但是他在神识当中还是念念不忘，执着没办法切断，所以大家都往地狱跳。你稍稍让我不舒服了，让我不愉快，你没有顺从我的愿望，我反击你，我想要报复你，甚至我伤害你，想尽办法不择手段的来折磨你。所以这些人的心性就这样一直不停的报复，不停的仇恨，伤害别人，所以他都跳到阿鼻地狱。这么多人都往那里跳啊，在那边沉沦了，继续受苦了。一堕何年更出世啊！一旦你堕落在地狱了，什么时候你才能够跳出来？一堕落以后，那是长长久久，有时候是好几亿年呢，有时候好几劫啊，都悲惨了。一堕地狱啊，太可怜了，刀山剑树火海，把你丢进那个大油锅，让你哭喊不得，你要拼命的喊救，也没人来为你伸出援手。你想想看，我们人是多么的悲惨，为什么会跑到这里来呢？嗔恨心太强，
嫉妒心、怀疑心、自私自利的心，违背天理，丧失做人的基本道德，不仁不义。台湾呢，发生了一个命案，一个42岁的女孩子为了吸毒没有钱购买，结果呢，她跟母亲要钱，母亲说我没钱啊，结果拿刀子杀了母亲。你看，这种丧失天理啊，完全没有良心啊，违背做人的这种知恩图报的道理，逆天而行，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，自己的亲人哦，母亲哦，辛苦的养育你、教育你，你想想看，这种恩德多大？结果你敢杀他，真的是糟糕透顶了。我们应该要自我检讨，大声疾呼的提倡做人的道理。如果丧失这一块，社会绝对不安定。社会不安定，我们人心惶惶，烦恼不断。就算你再大的富有，但是我们过的日子都是很痛苦的，国家就不会进步了。所以你看，我们是不是应该要好好从这一块开始出发，好好的自我检讨，把这个最基础的工作奠定非常的完善，然后我们慢慢逐步的向上去追求。这一点应该要知道。你看，法照大师告诉我们这一段的道理太重要了。明明佛就告诉你了，西方极乐世界这么完美，为什么我们不愿意去呢？因为你没有善根嘛，听不进去嘛，你的缘还没到，不信嘛，业障很重嘛，所以他信不进去，一直不停的在人世间打转，甚至于堕到地狱去受苦，这个太可怕了。我们应该要及时的反省，我们要赶紧回过头来，浪子回头。希望我们大家多念佛，发愿到极乐世界。感谢大家，阿弥陀佛。